刑事局警方最近和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做伙抓到诈骗集团，而且更有查到300个诈骗的网站，乌心钱是赚买上100万，而且有1000多人受害。因若这几年，咱国内诈骗是真严重，监察院长陈菊有当面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讲这个问题严重性，嘛讲出百姓的心声，认为政府若亲像拢无部来控制诈骗集团，呼吁行政院一定要重视。拄报特勤队落门攻坚，一入门就将嫌犯压在地碰起，佮对电脑进行搜证。因为嫌犯是一名工程师，专门解释假投资平台骗民众。中视广告商的嫌犯负责将诈骗广告放伫并且 IG 还是 YouTube 顶，犯嫌个人接受诈骗集团委托规范服务，至少制作300个诈骗网站，不法获利逾100万，超过1000人受害。在脸书投放广告是企业的账号，它投放的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那大幅的去增加的这个广告的受众那使不特定的多数民众受骗因为嫌犯用美国公司的警官网络系统作业，想要规避查缉，因过刑事局透过甲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的跨国合作，加速调查相关资讯，顺利破获不法分子，也加做台币联手打击诈骗产业链的案例。因过最近几年国内诈骗犯罪真多，监察院长陈菊传领中监会审查行政院的时，也当面向院长陈建仁点出问题严重，认为打诈高打亲像欠有效对策。电商个资的外泄非常的严重，那虚拟通货成为洗钱的一个管道，那通信的软体几乎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2022年，全台湾的民众被诈骗金额达到将近70亿。我们希望透过两院共同的合作，及早来修改、研议相关的配套的。监察院呼吁行政院重视诈骗案件，尽速研究相关的配套法令，佮建立跨部会合作平台，甲侦查窗口。行政院表示，会伫明年1月10日进前，将书面资料回复给监察院参考。记者综合报道。